同一個位，餐桌上邊3盞射燈一開，入面即刻可以顯老10歲。你睇下，開一盞燈，輪廓仲算自然；3盞燈全開，額頭發亮，眼窩發黑，下巴仲多咗幾層影。好多人會怪顯色指數低，以為換盞貴嘅燈就得，但顯色指數只係決定顏色真唔真，光觸角同落燈嘅位置先決定陰影喺邊度。重點唔係3盞燈一定錯，每多一盞燈就多一個陰影嘅方向。幾束澤光由頭頂射落嚟，張台係光咗，但個鼻、眼同下巴嘅影重疊，人就顯得巨同埋老。點驗收？手機鎖定曝光，白平衡同焦點，叫屋企人坐低，再逐盞開燈，睇3樣：眼窩黑唔黑，額頭反唔反光，抬頭似唔似眼。記住，餐廳燈光嘅驗收對象唔係張台，而係每一個坐喺台邊嘅人。所以做餐廳燈光設計同全屋燈位嘅複核，要先按餐桌、座位同天花高度，再定光束角同落點。準備裝修未落燈位嘅打1，已經裝修好但人面睇落去唔舒服打2。下一條我先示範最多人遇到呢種情況應該點樣處理。